又係我叔叔啊！而家見到咧，我啲前音咧非常之長啊，我就想試下跟住短片內容嘅步驟，睇下剪劉海成唔成功先。開始。一開波，沿住側邊髮際線攞把剪刀出嚟畫 S 線，取啲頭髮拉直一下，再拉啲頭髮打直手指再剪一下，你睇下剪完出返嚟咯。然後一隻手指佢寬，畫個三角形出嚟，整返乾淨個三角形，再剪個倒 V 字，我呢個好緊張，成敗關鍵啦，成咗食飯靠佢啦，睇下得唔得先？獲得風氣劉海嘅，剪返啲頭髮出嚟遮返住個顴骨，拉耳邊啲頭髮出嚟喺顴骨最高點1cm以下，指尖向下一轉，再剪一下，再將啲頭髮打直拉向鼻尖嗰度，剪返些少長直咁，剪一下，剪完用手指刷一刷。睇下成果先，剪完好似一忽忽咁喎。唔緊要啦，你哋都唔發覺嘅。我下個月去韓國揾髮型師再執啦。留言話俾我知，你覺得算唔算炒車呢？記得 like and share 條片俾朋友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